风云散跨，那真是少见多怪。要不是兵荒马乱，今朝是俺老爷负责大寿，我娘家个生意脂肪亲来把守呀。搿送来个手里们，至少要用24条官船长到襄阳来，搿么才叫真正的热闹嘞！啊，要用24条官船啊！是啊，这里面的东西是看不清嘞。是啊，搿是数不清噻。搿么是呀，我方家豪富是天下闻名的呀。像我辣辣娘家的辰光，俺太老爷做船啊，不是别个，单单水单么，水至3洋。搿许多说他，搿房子里放啊放不落噻，房子里是放啊放不落嘞。放得落，放得落。我放假但是厅堂嘛，就有东花厅、西花厅。那么厅、翡翠厅、白厅，老夫人，搿房子到底有多少大啊？搿房子嘛，说大不大，说小嘛，倒也不小啦。东花厅到西花厅，一条长廊五华里针，前墙门到后墙门，三年呀走不拉行。这个房子啊，不要他们看到过，就是听啊没听到过嘞。后墙门到后墙门啊，是3年走不进了。我这种上出来呀，没听到过啦。那没听到过的事情啊，说是老话语了嘞。我王家把牛顶来飞彩高，像娘兰官子啊金兵，赛我是子奈我娘真子铺路。还不当一像黄头娘，我总记得我出嫁的那一年，我嫂娘死的我就送过一座珍珠宝塔，珍珠宝塔。千年开的个娘名字，传承玲珑它千层。娘子怕我刁难过，凭公子给力见他的，白天菜呀鸟得生，黑夜放光，不用等啊。是我放假个传家宝，家着光做相声啊，对手作为。对家分，天用富贵做高啊，天用富贵做高啊，命做高命。老夫人，这宝贝，哦，讲这半天，那还没看见过。是啊。搿座珍珠宝他们辣辣小家的房中，等候有机会啊，逃出来，不让大家开眼界。谢老夫人。红云姐与亲戚到，老夫人刚进那趟养生，医生来了。我知哪家管太太也是屋里来了。红云啊，侬去看嘞。是。红云姐，红云姐，哈哈哈哈！
话还没有讲完呢。老爷吩咐，先请方大爷到兰云堂接过父亲，随后香汤沐浴，更换衣裳，配起高头大马，再配十六里担，随后门上马，前门下马。这是我方家的体面，也是陈家的光彩哦。爸爸，我一人呢？一人啊，来，喏。这就是方大爷啊！爸爸，我会弄错。我怎么会弄错呢？快去禀报老夫人知道啊！哎呀，恭喜老夫人，恭喜老夫人！圆圆啥个喜啦方？大爷来了，哪个方大爷啊？那就是河南的方大爷。我娘看看这女子方阿青来着呀！哎呦！哎呀，个今朝啦，真是一天之喜啦！我是日呀想，今朝啦，总算把我想实在。哎，红云啊，快有请！老夫人，方大爷的打扮与众不同哦。看哪个啦？你身上穿的衣裳是一块的。哦哟，那啦，真是玉案不是金镶玉，可是皇上亲赐我那个八宝衣啦。搿衣脚上穿的鞋子，张开嘴巴为吃人哦。哦，搿叫虎头须，也是一件宝来。红云啊，快有请！是。今朝啦，正是那个少妇，少时见了方大爷，看头领赏，少不得每人赏那一只元宝。谢老夫人。今朝我真是三生有幸，可以见识老夫人的真女子在。方大爷，请啊！最近你不要生气，帮忙叫我辛苦来着。我来头请到襄阳，看用堂上见姑娘。一见梦情，别了阳。姑娘在上，小色芳情拜见。起来！早恰起当了起当了。这位夫人，快到内堂饮茶，内堂用茶。红云啊，来，侬阿会都弄错人懂哦。不会弄错哦，老爷吩咐，先对方大爷进宫夫人，转为香汤沐浴，更换衣裳，背上高对白马，再备16里担，从外门上马，前门下马，进宫我家老爷，可是方家的体面，还是真干的气！哎呀，老呀，那么侬真是糊涂懂贼呀！既然晓得阿青搿样子的狼狈，侬为啥偏偏叫伊今朝家进门？要是拨了人家看镜子，还有啥个体面，还有啥个光彩？哎呀，是阿青哦！姑娘，哦哟，朱姑娘的是日呀想，今朝啦，总算把我想实在。哎，侬坐动啊！姑娘在上，哪有小色的所谓？干侬路远迢迢家来门，哪有不坐之理呢？坐动。此次告诉了。姑娘，
要是居位是言，金凤母命，他倒相邀。哦哟，我嫂娘记性真好啦，晓得今朝是俺姑爹扶持他手，叫俺侄儿子不远千里赶来，等俺姑爹做寿来个啦哦。我嫂娘们是要面子的，他送来的寿礼们也一定是体体面面，他光光彩彩，让我叫我的孙女出来收寿礼去啊！姑娘，要是不知今日是姑的寿日，必配寿礼，万望姑娘见谅。做姑娘的们哪会计较侬个寿礼嘞？说动说动，搿真是穷困短债啦，连讨理都没了啦！阿青啊，搿侬吃饭出门嘛，必不得在家，搿侬个新郎们也该打扮个呀。姑娘，你真知我母子莫言的此情哦。自从姑娘相娘来，家乡是兵荒马乱历年在，3年辉煌3年老，15成家9无彩，我家不应早为落，判官家在花人回，母子不有妻生的，只落得苦守文堂。好在，不要再讲我去呀！哦哟，搿真是阿弥陀佛啦！介许多个叫我，要是不能人家天见之嘛，方家才是早年生，后代为留子不孝顺。你在家贫困，谁知道模糊要我来向娘抽抽人啊！你平日来是到外院哭，今日里随堂作满众家贫啊！只要是别人都能上端，就是我那情深额头，面宽安情。穷鬼上门做好事，倒不是趁早当他宽心。阿青啊，跟侬讲吃饭不是等那姑爹做寿来个，跟侬路远迢迢赶来，想必是邻居要事了。一来向姑的姑娘问哦，好个，根本害你望望堂内表姐也好，根本想必还有那三嘞，那三么？自家姑娘面前还有啥个我不好讲你？姑娘啊！小日经过3年篇，西藏银河10余年，要待来山应死去，真乃是元囊羞涩上盘川。得到襄阳皆考本，自家姑娘面前嘛，为啥要讲假呢？干么侬要多少啦？姑娘不多，怕人300两。300两啊！哦哟，这真是狮子大开口，人子用本短啦！一开口就300两哦！阿青
行情怪好起个呀，有300两银子，怕啥个用上呢？姑娘啊，100两做路边人，100两当安家用，100两我怎等啊银章长情讲打起来嘛，搿300两银子是要个，不多啊！搿银子我没借多少，用场都拍得停停当当在啦。怪不得我放假介大一份人家，会得被伊摆得介快嘞！阿青啊，搿么俺姑娘来什么？搿点点总该好商量个哦。多谢姑娘。哎。还不晓得300两银子够不够嘞？绰绰有余。哦，搿么阿青啊，俺亲眷们归亲眷，搿银子总归要归银子个呀。侬今朝介借得起嘛？打算几时搿都来拨我还你？但等小生功名成就，立即本领奉还。那。搿一讲两讲到哪里去了？哦，自家姑娘面前借点银子，我要啥个礼的嘞？小生失言了。阿青啊，搿侬讲园子功名嘛，立即来还拨我。搿么侬要是没功名呢？那不是讲我姑娘讲句扫兴的闲话啦？搿功名2个字啊，岂能像30岁之头捏田路？搿个容易嘞！姑娘啊，小则贵妇自见谁，事情巧比盲目言，派我把肉早生气，就也判到饺子啊言。这代一旦风涌起，平地不要是上啊青啊天。玉子气，各部门我个出儿子啊！上人道功名本是命啊里的，富贵从来是不拉与人，姑娘谁有再便宜，只怕侬讲究功名忘记心。姑娘啊，气色飘慕小欢心，困守铺摇绿梦真。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，我慌神儿我放轻。那古人是有古人风，侬莫比古人来比是身。你本是吏部公子在相安，河南首富皆知名，恰为我事情落难问当时，风扫地来又拉当真。姑娘啊，世上未见千年夫，曾见哪有万年贫。莫当我事情落难问当时，快手今晚拍马策皇啊城。我看是高飞呀！你才能今晚把马策王啊城，姑娘我是伯牙梦里小心，真乃是世上三无千年夫，那人间倒有万年贫。且看那古今多少读书子，潦倒一世最不拉翻身。姑娘我
忙想起那日头亲出门庭，家中是只有一斗儿孙黄烧面，三困关上比娘亲。我母亲一天只吃2家饭，4天只能吃一声。放青荞子算一算，我母亲48天苦活命。倘让我双手空空回家去，岂不要问问我是哪娘亲？要得回身。家里言因切莫太诚心，姑娘尚有不到此，离别真不要娘啊几分情，姑娘啊，今日头亲节考本，明年他必要龙衙门，常在平生临用子，不帮姑娘栽培。亲啊，搿侬要去上京关考嘛，做姑娘的哪有不成全侬之理嘞？上年劳动起来是国亲，我不招应谁呀招应？儿侬倘有翻身日，我也转光脸。速动！看样子今朝家发家是发过门在啦？不对呀！我今朝要是一块等加倍300两，搿一银子大得起倒是用光在，明朝嘛来加600两，后天要来加1000两。哦哟！这个样子加下去嘛，我陈家搿门家当也要被扒光在。再说，天
挑些田金，总是天不满一个呀，不假。讲我总不能让伊空上水个回去了，搿本来人家刚打起来，总归是讲我姑娘不近人情。多少加点呗。红衣三块。哎呦，阿青啊，搿侬啦要是早来3天也好，搿迟来3天也好，今朝啦真是不巧你。姑娘早来3日怎讲？哦，搿侬要早来3天嘛？搿大病里个老师他得在大屋这里个老和尚，伊拉们是来花娘个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侬发慈悲，让步开开。搿么伊拉晓得我姑娘是落床好死个啦，搿么我投其之笔，啥家失落。一想嘛就是三不良，搿侬要早来3天嘛，我搿三不良不想嘛也好讲不侬在。那么是来30呢？哦，搿侬要迟来3天嘛，那姑娘搿手做过动作，搿做姑娘个放出去个死亡铜钿嘛，也好陆陆续续搿收回来噻，搿么也好也不侬过，搿今朝啦真是吃素碰着一大，不巧啦是不巧。此次小是告辞了。哎，阿青啊，搿侬啦是路远迢迢赶来的，搿做姑娘无论是也不能让侬空上手个回去个，我就是叮叮当当嘛，也要嫁拨侬个。红衣裳快，还不都出来呀？来了。那铜钿1000，3米1担。姑娘，哦，阿青啊，搿1000铜钿嘛，拨侬路上做盘串用个，搿1担米嘛，侬背回去，娘儿子俩嘛，稍稍加接接。哦，顺便辣辣嫂娘面前也等我好言几句。就讲我做姑娘实在是没办法，搿一点点嘛，就想表表我的心意。哦，姑娘，小生受此有愧，请姑娘收回。那个我，侬不要？阿青啊，做姑娘的算情嫁不侬不着，搿是侬自家不要。所以讲大起来，不要讲我做姑娘不近人情。红衣裳快，老夫人，伊不要把那拿进去，把米好为几个，铜钿放了门房间里，好打发高呼自个。是。好气，好气。姑娘太无情，言语轻薄我放情。那人一天米一担，还说是当发言文就气的人啊！常言道，穷的那会穷到底，富的那会富到根。正午常与翻身人，昆仑也能上天啊顶。先上后代铁不能，就比过的老大人啊！那姑娘那个，那姑娘那个，那姑娘有啥不能讲啊？想当初落奶没问后生气，穷途落魄生啊欢喜。因与我祖母爱在背他，后来在一直要进关少啊听。侬先出事啊！哈，侬到来西冲跟在，是个那姑娘送什么事？干么意思？30个萝卜呀！那姑娘，哼，
那姑爹上来嘛就是荣耀虎背个满腹盆菜，个头像西瓜是一丝用无啦，可是做姑娘老早就看准个呀。侬啦，我也不能看准大贼，侬是狗肚鸡胸一窍不通啦！侬个只头啦，也不像冬瓜头嘛，也不像萝卜头，倒像只橄榄头啦！那跟人家来动我呀，个头像橄榄是翻身万难，受落去侬是拿面讨饭，侬还想做官啊？你这是尽都是所去上进，你头上早给公啊明，你这是品德端正心德好，真为民万爸爸那个心。你这是少年有为立大志，对我为出瓜路出的生我生，如今地在我难翻身，千岁昆仑怎能云？我老爷若难事有高官做，侬放心，只好有事分担侬姑娘啊，对他红尘难追，请姑娘你手我之中要留在搿只龌龊上讲我对他红烛难照后，搿分明是笑我膝下无子，搿背后不靠呀！侬搿龌龊上，侬拨我听懂，我不早不怎么样，半把年纪照过来再，我们要做到底再，侬搿龌龊上啊！我看侬搿忙对比见云霄，怎能够对啥忙？我看侬做起点来有见高，怎能身穿高帽？我看侬是要管见云霄，高须真相装好。姑娘言从了，送啊，送我来了头头嘞！侬个名利早知根，穷举更让侬家儿根。姑娘一眼受宽真，侬是今生今世难翻身。侬放清在与高官做，是非是龙康好处多传承。侬放清在与高官做，少走平民会出动啊身。侬放清在与高官做，六月王我随人兵。侬放清在与高官做，王官出国边吉林。侬放清在与高官做，是非是有了东山十先生。那朝中文史官人皇帝缺少保家生，东天王宝西夏诏，一心要灭侬高北方亲。多等姑娘好教训，小人是我此头忙，积财心高士慢，哈里去啊？喂，这样不去见那姑爹在。要是衣衫褴褛，去见故地，岂必有失你姑娘的体面？因此不见也罢。好过，有志气过，干么侬回去个盘川呢？要是既能来，休能去的，不劳姑娘费心。我啦，看在侬娘个份上，总不能让侬回不到家乡，见不到亲娘。喏，搿里有点零散个阿赚银子，侬拿得起，可不能去而复返。小事即是眼蒙求切，就不准你人夫本门银子，当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从今儿我与官再到襄阳来，不管不地臣服门。好，从今儿你这不管襄阳来，莫怪姑娘不留心，现在进门站在家，二家进门端将进。姑娘，小时社会要是有了功名，
反悔之理。好，告辞。哎呀，我走啊！哎呦，红云山花！哎呦，老夫人，我这上气得我头昏脑胀在了。红云啊，快趁几斤檀香来买买伊，来穷起兄弟哦，穷起兄弟哦！哎呀，红云啊，穷人的雨伞保不啦，快叫伊从后花园家出去，后花园家出去。死鸡越家，死鸡出去吧！这真是乌龙一样早传奇，龙魂千岁给下心。请方大爷吕布小姐啊，是啊，小姐是神府千金，也算是你方大爷的表姐呀。即使此小万状告你家小姐，生我有事在身，不能久留啊。方大爷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小弟万里，表弟请说。小弟归心似箭，不老实说了。啊，方大爷，我家小姐话我没讲完呢。表弟请。不知表弟何时到此？今日才到。路上可好？还好。不知举母大人在家，可康健否？托付穷尽。彩萍，快去端茶来。是，不用了。那点心去。谁来用当早日吃饱了。哎呀，母亲啊母亲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常言道，千朵桃花一时开，此情一杯好快开。何况我人家身受方家恩，怎能
地家暖波少往来，平时爹娘常到齐，舅母娘的恩德难忘怀，真乃是兵荒马乱路途中，语言心痛十余载，今日难得表弟到，欢送团聚重相会，实在家母应就在，一言不语须见归呀。姑娘胸交要的好，真被有别就不归。小弟是归心似箭难救虑，表弟莫用多理睬。表弟你不用心里当想娘，怎能够匆匆而来几回？我母亲啥月都当时，与其亲在里呀来陪啊，小弟离家脚出山，转眼已是腊梅开，有子才华是母年，10夜一门盼儿归。表弟呀，你莫说有子离家20句，你莫说舅母娘月年盼儿归。陪我禀明老弟弟，娶妻娶母相养来。哦，表弟呀，你留在我家，尽读书，谈等来年父成为呀。表弟呀，我母亲年迈难援引，有否曾经不便来，一片好心的老妻，且待他年再相会。表弟啊，堂上为我弟弟在，难道你不去慰慰？表弟你不必而应匆匆去，弟弟怎不言谈？表弟呀，能否求留弟儿远，把驸马送你回呀？表弟是只能想得刘芳清，他怎知我男儿日子难更改？表弟呀，我文堂缺少英门中，家里有无是女儿才，母亲是孤独在家度日间，小弟是横无丧子难飞归。今日师弟十里去，他年否进来听才。但老表弟向故地问好，是小弟告辞了。表弟这一要归，预计也不便强留。彩弟，你取银子300两，送与方大爷，先走路上应用。是，去嘛！小弟有言在先，不就臣妇吩咐。
小姐，方大爷也不愿见我家老爷，而不随我家名字，这便是我是好啊。表弟他立志不随本人，空随怎能大家归？想起了方家一说，真是他在我娘亲在家倒不是我牛逼归上送表弟，借花献佛叫恩陪。表弟他来三夫是月桃分，我在顺风做既然表弟不随我家分文，那预计欲把关点心送于表弟路上冲击。臣妇之物万难令人。这是预计与表弟准备的上元糕啊！好看菜，好看菜！方大爷吃了上元糕，做得高官步步高。多谢表姐一片心意，使小弟心领了。这是预计托表弟送几句母娘大人的，难道你不深信预计一片小心吗？是知小弟真名。翠萍，你被方大爷再次捎带，我去上元糕来。小姐，去上元糕，我用你亲自上来，带我去取。翠萍，你知道什么嘞？小姐啊，小姐，一包上元糕有几时嘞？哎呀，方大爷，他不随神父一分银子，这便是我是好啊。方大爷，你此去无暖，路途遥远，你空手而归是我死的。我这里有一锭银子，送与方大爷全当路费。哎，这怎么是的？哎呀，这银子非是神父之物，是我口袋领赏得来的。你不随，岂非把我当做老夫人一样了吗？请问他的姓名？我是小媳妇中幸福的，查问我名叫翠姑娘啊，你枉为同妻莲子不如情，不见丫头小彩屏，今日回首大金。
岁如生缘，愿你平安返家门。风起浪高，一许孤独，月儿三更家夜莺，许多老人的不退呀。作了流程，难道是这糕点乃是林子仙操作？难道是吃了会变长生不老的老寿娃心？这真是十里姑娘林十女，母女原是一样心。表姐呀，陈梦玲的陈官爹，我本当我证明大为人娘亲，只怕丢失才中途，岂不是么又有表姐一片心？大爷抬头不看背，莫非对娘所相信？彩屏皮子多伶俐，使得我们也快无言难出声。请表弟多心生一猜，他那只点心是送与点心。表弟呀，语气叮咛不必，望表弟上用到千万要留神。小姐，方大爷早睡起下了。表弟，你我今日分别，不知何时再到襄阳。但等小弟有功啊名，再到襄阳传调情。今日分别老内配，但愿相逢两留情。不管你功名甚不甚，起莫要打断襄阳的马心。
老谁家可好？家母托付安康。安康就好，安康就好。先生，这里不是讲话之处，放本拍马是。故弟，小侄思慕心切，不能久留，盼望故弟赐彩。先生呀，一别匆匆10余年，长江去扫年生年，只为那年年兵来关过东，诸葛云在路盘前，烟红映团难算星星颜色到此间。来，跨彩故地回家去，与颜色接风拜举言，只为离家思亲切，在此做卡图不眠，离间故地算是罪，思慕小侄离不闲。铁城，你不远千里来到襄阳，怎么进了姑娘求走？难道是只有你姑娘求没与我故地了吗？故弟，非是小侄目无增长，这是姑娘。哎呀，先生，凡是与我故地作主，快随我回去吧。这是今生乃是故地菩萨他生，你也该回去向我拜仇啊！是此故地在场，待小侄拜仇。哎呀，起来！这里又不是仇的，你怎么才自作仇？放本拍马！故弟，要我为父，实难从命。这是为何？方才独生姑娘训教，只是小侄放肆地说了一句：“有关再到襄阳，副官不到神父。”哎呀，先生，知情不从，非同外臣。即使有失言之处嘛，何必当真哦？故弟，非是小侄坚不从命。是国涛三军可得帅，匹夫不可得其子也。君子才应高水松，难怪眼神如满墙。也这样，你去年方成两家亲生，非同一般不情长。你姑娘自言虚心他，言出万心绿襄阳。我按把出马击去扫，从此两家与靠旁。故地一片自人意，快流芳情思襄阳。姑娘啊，你枉为同妻莲子骨肉情，不解故地心意长。常言道，恭敬不是聪明好。想起了蓝云堂上姑娘，今日里我实在故地回家去，只空手起风浪。故地呀，深情厚意我心记下，小日是有关之日坚固娘。臣国有子不能相强，可是故
地，怎能让你空手回去？放本，你快回去整理营帐筹码，都去王姬送燕人回去。且慢，小的早有誓言，不就臣服分分。哎呀呀呀呀，燕城，你我姑娘都去，哎，怎么连我姑弟也才去内呀？是啊是啊，怎么能够连你姑弟也才去内呀？本王姑弟圣贤，老爷，放假只有这丹顶童庙，你不照应，谁来照应啊？放本，我死于逃离。啊，燕城，我有一丝同朋，姑弟何事？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定亲？尚未定亲。哦，尚未定亲？哎呀，燕城呀！我身为公卿，为贤贵，可惜是别官之意心肠。我要将小女终身许，配与燕人可相当。姑弟此言差矣，小人穷苦立作地，大发老母受分堂。还呀凤凰难匹配，贫富原是不相当。姑弟修得来清虚，自空愁不红啊妆。此官标记终身事，万顷城中30两。燕人莫用再开始，且听姑弟去家长。想姑弟当年流落湖南地，写得美文苦难当。差比你做不临安台，我也有精神好风光。如今是放假，只有你担定子，姑弟我年一半不负二郎，两家岂能分彼此？姑弟当你亲生娘，我有心谢你做东厂，人什么不得与门当？姑弟在梦，姑弟许婚姻，此时还需心商量。小主人，这是老爷亲口相许，我商量我是必得高堂老母命，岂能留此在他乡自张？姑弟不是你的尊长吗？哎呀，是啊，今生我姑弟亲口许，你回家比我有何妨？小主人，快快念名才是的，定亲万须应聘礼，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。况且这8年他是须承重，中间还少一美人。不难不难，说说凭你嘛，哎，看你高中之后慢慢过来，说说没什么。哦，no，举手听见菊花音。
乱于两家，岂有方本为美？小主人，我还是第一次做媒臣你。如此，小人捐钱答应就是。哎，既是答应请示，还是什么权气而事哦？小主人，还不快见过你岳父大人？此次岳父大人在上，小人小婿拜见。也许起来，放本快来见过姑爷，见过姑爷，放本陪马。是不的，姑娘家里我是不去的。小婿早有誓言，有关再到襄阳副官报到神父。天时不早，小婿就此拜别。天许。不过有关不管，你是要回来的呀。小婿记下了，岳父请回。小主人，替老奴再送你一程。老人家天昏地冻，不劳远送。小主人，你要保重啊！也许一路乘风，早返家乡。有奉亲为。马
这官殿乃是陈家物，我宁可我死自保矣。哪里走？留下卖路去来！我乃平安之臣，哪里来的卖路钱呐？包裹里什么东西？包裹里那些包关点心。我要我亲自动手保证。待我这与你光坤休事了。拿来。你名臣。
徒放弃去赴考，随子母曾用气度翻身恩义，今从怪你两太小，如今失落怎知他身情后已难得报。身高些，安得红那是冤难了。母亲娘，苦叹你这一门盼儿。你怎难逃？去摘几枝梅花嘞？你去摘是。
快去蓝云堂将紫塔取来。是不，也不在母亲那里。那紫塔现在哪里呢？弟弟是在3日之前，女儿已将针织宝塔送与表弟了。哎呀，不好！这才回不到天堂，结义换子把他当，名字传神大气人，有家一般不良良，看不过，看不过什么？长期长，同老之间同心计，同心计。说是我家之盆，弟弟，这是他落在何人之手？落在那强神之手，落在强神之手。女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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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莫悲伤，小妹不把那倒塌之臣送过巨龙盘，才必好好侍候小姐。是宋老爷。小姐，这真是惊天祸起，霹雳响。记得我凡间穿行，格
子是他以为成长兄，结等相会并归。表弟啊，是今是吉凶祸福难猜测，我只能摸索去问谁配相。但愿是天下也有相同的，但愿是刀口有时出神方，但愿是自他已在表弟去变作靠本上，惊动做非想，表弟呀，你身上有长河短，岂不是方家就此写上香？举送庭前空虚魂，美满姻缘难人伤。想不到我生他为好凡，生何来表弟一恩中天把你伤我深夜安来心安夜放，如今你从未收留到我手，凡事猜我天寿长。莫非你远走千里把日跨，又为从托返襄阳？莫非你南沙归国救自己，中途逃脱为我方？哎呀，莫非你呀10余年听不懂襄阳话，天生一副铁心肠？莫非你呀送父弃兵呀表弟，你与我母亲心一样？你为我张龙作呀不为我恨不得参与自他了恰着当年朝夕相思，最表弟
襄阳一面。兵大人传旨襄阳一面。我听得襄阳道，就地从灵。李生多学，李生也与二舅之邀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官孙改着名字，就在前面帮我，不准惊动地方，不准走漏风声，是有为在从着多少？说去准备衣帽和英勇物品。是。襄阳啊，襄阳，今日从里，怎不叫声错尽神情呐？想今日传公之规在鳌头，欲比青点插地方，湖南新建生生路，安在姑娘前心房，官哟无情绪，儿女配婚姻，千里送人为我娘。借表记落秋，庭前曾知他，深深相待心一场。老房本与小彩屏，戏中送太我更难忘。此拜我代天欣赏故乡样，我不免有关该拜吴官阳。一来是私营茶坊民间听，二来是知恩报得心愿上，三来城边四姑娘，看她是个变心肠。唐山姑娘变了样，往事狗笑不边讲。唐山姑娘不变样，莫怪我一笑晚上手一样长。兵大人与故作伴，唐今老人一概齐备。此次更急是何？是。哦哟，他真小寡个，可连镜头都不拿当团在。老夫人，我让方大爷来在。哈，我让方大爷来在。方阿青来在呀？可哪块有个光景事物啦？意见大不相同。难道要
为做之官啦。哎，做了官嘞！哈，一日见面作伴，二面与故，蹦蹦蹦，做了3品头啦！哈，做了3品头啦！我啦，早就料到个啦。我放假祖上记得，我少娘教子有方。还算老糊涂，龙眼失宝啦！哎，红云啊，搿伊是吩咐外甥你，还是在内定盘中啊？我看啊，是吩咐外甥，搿哪一生呢？江西省哪一道呢？老夫人，侬倒猜看。小丫头，还要老夫人猜看嘞。搿套台当中嘛，要算大兵个顶头，兵备道，不是，多两道，啊不是，哦，严茶道，更加不是嘞。哦，搿一定是师傅道懂嘞。老夫人，侬是一猜不对嘞。搿究竟啥个道呢？伊是龙虎道。龙虎道，不对呀。搿江西嘛，只有龙虎山，何里来个龙虎道呢？老夫人，伊是做了龙虎山上的道观者。道观，搿难道伊出家啦？出家不晓得，只见伊对道帽，身穿道袍，随披一只帽子笼，外两只帽子板，这只蹦蹦之声，这只蹦蹦最刚舞，唱支道情者。我啦，早就料到个啦。我放假祖上缺德，生出搿种介个没台之身啦。搿老糊涂，偏偏把我个宝贝阿囡许配拨搿种介个穷鬼。干么现在人呢？拒在外面，拨我叫伊进来。是慢，就是我有请。是。会以还有搿张面孔来见我啦，气死我！真正气死我！方大爷，请啊！台上小手风情百景，多闻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姑娘台上小手风情百景。哦哟，我倒是哈里来个蓬莱道长，哦，原来送个是你是放宝贝来这样。红云山跨，哪两个死丫头呀？搿人也不淡地呀，不少，搿岂不是要帮娃子放大一个数目，龙恶草放了一个红袍？姑娘姑孙求心必改。阿亲啊，侬请坐，请坐啊。姑娘台上那有小手的错哎，搿有话要问问，侬只管坐动。此次告诉了。那红云山跨，哪两个死丫头啦？搿方大爷来了嘛，也不晓得早来通报个，搿也好让老夫人头顶相盘，出话快走。搿现在关进来时嘛，岂不是又要拨人家讲我是从夫弃平啊？阿青啊，搿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，侬千万不要见怪哦。姑娘言从了。喂，不对呀！搿只龌龊上去年来个辰光，一夫穷相，颗粒大小。搿今朝家来是红光满面，最有最香，搿所有所香。红云上快，老夫人，
搿伊去年来个辰光出资大业，说有关再到襄阳无关福建姑娘个，搿伊今朝介来时，判断啥个道理懂啦？老夫人，你是讲无腔呀？哎，要小心点，小心点个。常言道，要知心中事，但听口中言。让我仔仔细细家去盘问你一番。阿青哦，姑娘，我个十宝贝呀，叫声放青十宝贝，长途花儿难得开，东风飘来西风吹，那一阵好风吹过来，今朝吹到襄阳里，两边船光照着那姑娘休得取笑，这叫做功名本是名利的，富贵从来不由成啊！老夫人，俺我是侬讲过呀。我看侬是对圆圆生啊得好，定能对对无纱帽，侬是资源富的万言笑，特调无所万相标。小日是家满头皮皆有笑，怎能头戴乌纱帽？我看侬是一时间家生啊得好，定能身穿大红袍，侬是三品五品万言笑，特调红袍万字袍。小日是足见低又见高，怎能身穿大红袍？我看侬是三思秀来个罗环家，坐等高须半当朝。小日是如是家长喜又笑，高须正香坐上讨。姑娘我已想法高，我命里不管休去呀笑。阿青啊，看侬有关没关？哦，还想玩的姑娘个上眼睛。哎呀，主管在，主管在，红英啊，快点吩咐了去，花厅八句款待方大爷。拜见方大爷。哦哟哟，他都变得好快呀！姑娘，哎呀，姑娘啊！小日是命运贵，望有不顾同情谁？荣华富贵无闻，名落深山万年回。我只得一曲陶情到此唱，自满一日走天夜。这屋里路弥补，穷乡你来摘。阿青啊，干么侬是没做官咯？我有做过。干侬没做官吗？到襄阳来做啥？姑娘啊，小日不管心有愧。
来到襄阳来，不知为么路女本县张铁口，他是我们一夕定能面山啊在，小灯苦大灯苦，官用行同山色在。好过，搿算盘都当得是一个啦。老夫人一直想与小姐完婚的呀。搿啦叫穷心为态，实心告状。阿青啊，假么侬当真没做官？当真没有做官，古传没功名。古传没有功名啊！假侬没做官嘛，姑娘辣辣花厅把转，搿岂勿是编织取笑侬哉？小的早手不管当啊！三夸老夫人吩咐了去，花厅出去就餐，等方大爷明年高中子再吃。这我是啥小东西汗毛淋淋打来，有啥好笑啊？我的小女姑娘啊，笑我姑娘做啥？小时的话我没有讲完的。哦，侬还没讲完啊？干么侬再讲了去呀？那十岁之言嘛，乃是张铁口所讲，小人们岂会轻易听信啊？因此，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怀婚，这叫做大等苦之会。小等苦啊！搿只活出上或真或假，搿非要整个组织过牢。阿青啊，搿听侬搿样子个讲来嘛，侬还是组织官了啦。一股小小的光啊！哎呀，说对了，哦，说倒数倒数。阿青啊，搿侬拉一定组织个大官嘞，大官，哪里？搿自家姑娘面前嘛，为啥还要瞒骗你？姑娘用兵，侬数了一趟，乾隆之命理相近，不远千里后知情。都城姑娘好教训，立志奋发救公阿民。不应中途遇大道，强取宝囊难杀心。直到命丧异乡地，才知道么些次逢生与救星。来了江西必用险，大救小人上京啊城。这真是放家祖上这个。过于多哦！哎，阿青啊，侬吃茶。搿茶道吃了去噻，做官不做官，还不晓得打嘞。哎，阿青啊，搿么？后来，姑娘请听。礼部称为二月里，马蹄大鞭行花城。七篇文章山上笔，经典传入苍心阿明，天子门生三定家。长远界的巅峰啊，亲！哎呀，恭喜十儿子，好喜十儿子啊！我听那姑爹里东讲呀，搿团明上元是要有家3日来穷灵赴宴的呀。是啊，新今是300名，纷纷齐出无少门。御花园中摆酒宴，想不到我百年兵，也去赴中啊里。
姑娘的这个同侬讲闲话，忘记他把我的常员工接风姐，好运上花。哎，大夫人，居然为他把好动啊！老夫人，侬不是讲不要了吗？呀，是我对啦，好少准备上好的酒过款待上员工。员工，是呀，是。阿青啊，姑娘是越想侬越会出色，可越想侬越会做官啦。哦，我管快叫那姑爹一马追到举送的。哎呀，搿只老糊涂啦，一碗不肯来，我是没办法哦，叫个方本老总管压得起个啦。乃么好在好在，乃么侬组织过来，来，同姑娘一道互听用嘴，互听用嘴。呀，姑娘，小时的话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啊，侬还没讲完啊？看么侬再讲落去呀？姑娘请听。神梦昔日精神上，通营于此九塞外镇，再后杀手当今日，父爷乱女马大人，天子闻声龙牙烟怒。阿青啊，搿侬是厂子何在？是啊，将放清各则，还乡为是命。因此我放清还是就放清啊！没奈我流落江湖苍老人。讲这半天，还是个为什吧？搿侬都，搿桩事情还不好随随便便打来，不伊搿能一些做官，一些不做官，弄得我老太昏头昏脑在啦。嘿，我倒不是叫伊长月吃道人，试试伊个真假。阿青啊，搿我看侬算那雨过兼办，搿侬倒真个会唱讨人在。是啊，搿侬到唱月曲拨姑娘听听看呢。姑娘要听讨人，小日总管献丑啊。不妨事，唱得好，姑娘重重有赏；唱得不好，做姑娘的也不会来见挂侬个。姑娘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是此小日献丑了。我老早身上之耳朵来等侬唱在。这雨过一桥，可以唤醒世间名利康。这肩伴一笑，可以提醒苦海梦中尘。好，定家庭，那么明白懂在。要是没学过一年半载，哪里会得唱得介个有白有啊？我出生，可想拔出来在。我要叫个老糊涂出来看看一个宝贝女婿。来人啊，请老爷出堂。婆。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哟。是个，是我请侬来的，请侬来看看侬一马追到九送的免续终身的宝贝女婿。哎呦，是也来了，这真是牛马当有趣，蓝铜当黄金啦！老糊涂啊！今朝请侬出来看看侬个宝贝女婿，如今学得一身好本领，会唱到家苗巧，请侬出来听听哦。哎，陶琴有什么好听的？不
听讨请，且许家常。今朝个大人啊，非听不可。哦，你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好，那么也许你就与我大胆地唱来。是，那么侬好唱嘞？不胜负啊！素琴雄娃有大志，民国精神不灰心。啊，父亲，你可知道素琴的故事吗？唉，可怜素琴当初得不到功名，全家人都看他不起你。我听得懂个，用不着侬来解释，侬把我说懂。也许，那么后来你到来变了心，穷素琴成了富贵人，落魄风香为家转啊，啥事忙为了一家人啊，不言少头顶相关贵人，十里定啊，我也没笑这素琴啊。可叹世间万语素琴少，只剩一山不成情。啊，父亲唱得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那么也许你就再唱一曲，慢慢讲。我非要听这。你不要听，我要听。也许再唱一曲。叹人生十里情，骨肉心呀当有病，骑兵来负清波人，十里之城杀苦恨。好在，算侬为唱曲道人，就好来说蒙侬姑娘在。要是侬做主管，可还了得？啊，也许你妄图空门之术，立你为先，只能冒犯征召丁长姑娘，真是荒唐啊！荒唐！老糊涂，这两句闲话还算中听。啊，也许还不快去向有谋大臣赔礼？慢慢讲。老糊涂啊！侬真的要拿宝贝阿孬许配给搿种介个穷鬼呀？哦哟，搿岂不是好鱼落荒郊，好货出在牛粪上栽？老夫人今年已经把好动在，好在上在下在，上院一边拉头牛在，还缺啥个逃命罪啊？你呀，你真是牛眼不识宝哦！哦，侬龙眼，侬龙眼识宝，识得搿样子的活宝。女婿唱道人，阿娘做陶师傅，侬跟了后面水水同的。也许机遇到来，就该接着完婚。老糊涂啊！侬今朝不与我退掉搿门穷亲，我是不会同侬管许的。怎么？你还要退亲？一定要退！不退？侬不退，侬不退，我得侬拼老爷，丁老爷，门外来了中军骑马等人，实是前来人间切身询问大人。去！哪里来个七上神王大人？小婿高
侬也不要再说笑话了。哦，侬同我怎会看不起我娘家点点青青的侄儿子啊？当初我是怕伊得不到过面，用倔强法接近一个啦。此次你不退了，不退个，也不拼了。哦哟，老夫老妻晚上撒个好气呢。好，那你从前有话才行。倘测也许有过，你蛤蟆都连头顶香哎哟，老爷，侬也不要再趁火打劫了，侬也还是快点进去换换衣裳，做侬个上人老头去。放本，快来人啊！上古灯结彩，下红砖铺地。今朝我娘家点点青青的侄儿子，要等我个宝贝阿囡完婚再。有啥好笑？今朝小姐完婚，还不快去做事？我们还要换换衣裳，劳劳绵绵，做我个丈母娘去再。